今头所登来台湾，要来讲中原普渡要到咯。猪公是未少供庙会拜拜的祭品。宜兰的宜山乡有一个乡亲陈顺龙，过去捌到过饲猪的冠军。今年伊所饲的新猪大约有1200大斤重。这只猪公毋若吹电风、啉牛奶，平常时还佫爱听音乐。 饲养的标准是真悬哦，所以即摆有真侪公庙，若到7月半，拢会甲注文要买猪公。用几啊台电风咧吹，这只猪仔所食的是鱼肉，啉的是牛奶，还佫有人咧甲忙啥子？惊外面的声音去甲惊到，佫放音乐互伊听。这大新猪真抢手，倒伫猪条内面。这是宜兰饲猪大王陈顺龙所饲的新猪，重量大约是1200大斤。 价袂做，看猪仔条件，猪仔条件首选伊就200-300斤，爱佫筛选一届，到400-500佫筛选一届。以前伊所饲的猪拢会参加新猪比赛，不过规家饲养标准，即马若到中元节，真侪庙方拢会甲伊定猪。过去上悬的记录有饲过1600大斤的猪，互打客玉田庙。这次的1000斤的新猪，同款嘛是要参加国历7月15的普渡大拜拜。 为了在中元普渡的时候可以祭祀这些老爸公、老爸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，已经有好几十年的这个历史。惊猪伤肥，只惊伊食了无够多，各规家饲猪就希望新猪健康肥大，会当保庇平安。